政府推出社会人就业，望讲会当来消除欠工的问题。台东县政府最近就办7场就业课程哦，予想要搁在食头路的有会人会当先来体验无共课场的工作内容。15个参加台东县研发就业课程的长辈来大卖场做这场的体验，透过卖场员工的导览甲物品上落架，还有介绍收钱的流程实际操作，让长辈真好奇，嘛真用心学习。也让我们增加某些日常用品的那个选择。推动的引法人才的就业，都是我们这现在未来要进行的很重要的一个政策。台东县社会处表示，配合政府推出研发族再就业，今年台东县每个月希望会当小改成工15人，不过为着让登记就业的长辈会当适应这场环境，县政府规划的7场课程，特别安排2场是这场的体验，让长辈先了解工作的性质。提供这场体验的大卖场业者是讲，袂无介意个人中者就业，因颠倒更较有工作热情。他们对于责任感，然后还有企业的专业度，还有他们在对于顾客服务上面，他们是非常的有热忱。台东县社会处表示，今年头一届推出研发族就业课程，报名正踊跃，明年一定提高报名人次到25人，替较侪研发族找头路，嘛解决欠工的问题。记者采访报道。